各地的莲友们，大家早上好，阿弥陀佛。师父写这一章给各位大家报告：修桥铺路是给予大众的方便，道路损坏了，没办法过去了，我们把这个桥修好，把路铺的平坦，这样你是给大众方便，给大众一种安心、安全。这个是广结善缘非常重要的一个动作。说法度众是给予他人的成长。我们人都很迷茫、很愚痴，把这外在的色相都当作真的，一直拼命的去贪求，拼命占有，但是最后这些东西我们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啊！没有一样东西能够带到另外一个世界，所以我们要把这个世间的真相讲得清楚，让众生能够明白，他不会去过度的执着外在的东西。那这样你帮他能够成长起来，最后他的灵性没有污染，干干净净的就到一个非常庄严的地方。所以说法度众是给予他人的成长很重要，什么该做，什么不该做，要跟他清楚说明，而且要让他知道因果观念。你种什么善因，你得到什么善果，这是必然的。佛陀慈悲，用他的智慧告诉我们末法年代的众生，不生恶念是给予自己的进化。我们人不能有恶念，如果你有善念的话，天地护法都来护持你；如果你恶念，就感召恶的因果。所以我们不要生恶念，是给自己一种进化。你的灵性没有污染，非常干净亮丽，那么你自然感召到好的地方，这是你自己做来的。修为重点就在这个地方，很重要。我们每一个举止动念当中，就是决定了你以后的命运所以我们不要生出恶念，是给予自己的进化，提升你自己，你的道业会成长，然后呢，你来世会更幸福、更快乐。常行善事是给予社会的美化，我们要经常做善事，帮助别人，给别人方便，给别人安心，给别人希望。如果你能经常跟别人结善缘，社会会更美好的。大家彼此和谐，互相尊重，互相友爱，就是一个进化的社会，是让人欣赏的社会，让大家安心的社会。真诚的念佛是给予生死的解脱啊！你能够实实在在相信，我一念佛，佛要救度我；我一念佛，我有资格绝对可以往生的。你很真诚的念佛，是给你生死的解脱，把生跟死能够做一个了断了，不会再受生受死六道轮回，就不必再经过这样的痛苦黑暗的日子，就不必了。这个很简单的话来提醒大家，我们共同来勉励，好不好？好，阿弥陀佛。